作為大灣區可防止標杆性嘅項目，長期斬獲城區大平層 No.1 嘅網紅筍盤。最近我收到風，開發商搞緊青洞大酬賓，首期20個就可以上車做業主。咁其他嘅盤，我建議你可以唔睇，但係呢一個盤咧，你一定要過嚟感受一下。咁今日咧就喺3個維度同大家分析下呢一個項目點解可以長年獲得銷冠嘅名譽呢？交通方面嚟講嘅話，肯定有4通8達噶啦。因為作為東區 CBD 嘅核心地段，步行幾百米咧就係 BRT 快速公交站，多條線路咧可搭乘快速通往市區嘅各個地方嘅。咁10分鐘嘅車程咧，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深中通道城區嘅出入口，40分鐘快速可以到達深圳口外往返香港。咁除此之外咧，直線2公里範圍就係高鐵站啦。喺呢度咧可以搭乘高鐵直接返到我哋嘅香港西九龍嘅。加上未來附近嘅地鐵站打通咗之後，便捷性咧就更上一層樓啦。更值得期待嘅係深圳33號地鐵線接駁埋，直接可以實現喺中山就可以坐地鐵到深圳啦。咁其次喺生活配套方面咧，咁可以睇到我哋一落樓咧，兩邊佈滿晒我哋嘅街鋪嘅。咁好似我哋嘅早餐店啦、燒臘店啦、蘭州拉麵等等。咁依家呢個咧係中午大概12點鐘，依家飯市嘅時候，咁都係睇到好多朋友街坊嚟呢度消費咁樣嘅。咁對面咧亦都有我哋嘅咖啡館啊、寵物店啊，同埋生鮮超市等等。咁落樓咧就可以享受到呢啲所有嘅配套，唔需要話行到太遠咁樣嘅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大型嘅商圈天逸星河 Coco City 就喺屋苑嘅對面，集齊咗購物啦、餐飲啦、娛樂於一體嘅大型購物中心嚟嘅。咁日常嘅吃喝玩樂基本上去嗰度都可以得到解決。咁附近仲有我哋嘅街市，可以買到啲新鮮嘅菜、肉菜同埋瓜果，滿足晒日常家庭採購嘅需要。咁出邊嘅生活配套咧就咁多姿多彩啦。咁依家入到小區園林呢邊，俾大家感受下呢個300畝嘅一個園林景觀。咁高達49% 嘅一個綠化率，低至1.67嘅容積率，我感覺以後住喺呢度都係非常之舒適㗎。小區入邊咧仲規劃咗游泳池、羽毛球場、網球場等等呢啲咁嘅社區嘅配套設施，而且每一棟架空層咧都為業主提供咗休閒娛樂嘅場所，滿足各個年齡階段嘅業主生活需求。咁首先嚟睇下呢個117方可以做到3房嘅戶型。咁一入門口咧，可以睇到呢個廚房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呢度做咗一個雙開門雪櫃嘅位置，額外仲配備咗我哋一個生活露台。4米1開間嘅大客廳，直通我哋南向嘅主陽台。咁可以睇到我哋非常之通透嘅一個景觀啦。咁雖然今日天公日不作美，落咗少少雨嘅，咁但係都唔影響佢嘅一個光線。咁而且我感受到微微清風吹喺身上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作為客房嘅話，空間感我覺得係足夠嘅。咁旁邊就係我哋嘅一個公共衛生間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主人套間啦，乾濕分離嘅主人套廁。呢邊做咗個1.8米床之後，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咁而且呢個飄窗都係全贈送俾大家嘅。OK， 再嚟睇一個187平方明星嘅大4房大平層，南北通嘅一個戶型格局。呢邊就喺我哋嘅廚房位置啦。咁副陽台睇出嘅景觀亦都係非常之通透嘅喎。嚟感受下我哋成個客廳嘅一個空間感。咁廳出陽台咧就係我哋嘅主露台，哇，非常之闊綽，非常之正啦。咁睇出去我哋嘅園林景觀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全屋做咗4房2廳3個衛生間，咁其中2個係套廁嘅套房嘅設計，咁可以感受下每間房嘅一個空間感。好似呢個咧多功能房咧可以做翻個茶室同埋書房都係冇問題㗎。咁最後嚟到我哋嘅主人間，咁搭配咗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同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1.8米嘅大床，3邊落床係冇問題嘅。再睇睇我哋嘅飄窗都係全贈送俾大家，咁睇出嘅景觀同主露台係一樣嘅，都係咁通透。如果你仲揾緊啲地段正、配套又完善，又想一步到位嘅物業單位，咁不妨嚟感受下呢一度。咁依家開發商青洞大酬賓，單價只需12000幾起就可以攞第一套呢度單位啦。如果屏幕前嘅你哋感興趣嘅，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。